我最近睇新聞，見到有啲30幾歲嘅後生仔打下機或者係收下工，突然間中風。以前我覺得中風係70、80歲先要驚嘅事，點解依家咁後生化嘅？中風嘅本質係腦血管疾病。現代人嘅壓力大、長期捱夜，加埋飲食唔定時，其實我哋嘅血管年齡往往比實際年齡老好多。而且中風好似好難預防，話嚟就嚟，完全都冇得避嘅。其實係有跡可尋嘅。今日咧，我哋就會教大家點樣喺關鍵嘅黃金3小時之內救翻自己或者身邊嘅人。聽人講爆血管，其實中風係咪真係血管爆咗啊？中風主要係分兩類嘅，第一種叫做缺血性中風，佔咗大概80%嘅中風嘅病人嘅發生事啦。血管入邊有啲血柱塞住咗，腦細胞冇氧氣嘅供應，就係呢個缺血性中風啦。第二種叫做出血性中風，即係爆血管。就係腦細胞裏邊嘅血管啦，頂唔順啲高血壓爆咗，啲血流咗入去組織裏邊，形成咗壓力。咁我好奇啦，我點知佢係塞咗定係爆咗呢？其實表面咧係好難分嘅，所以一定要送去醫院做電腦掃描，即係 CT。喺送院之前啦，要記住一樣嘢，係個口訣嚟嘅，就叫 FAST。呢個口訣好出名喎，但我成日記唔清，不如你幫大家溫下書。好啊，英文叫做FAST。咁 F 咧係代表個面啦，定係笑，要叫個病人笑一笑或者自己笑一笑，睇下兩邊嘅面係咪對稱，有冇一邊嘅嘴角係垂低。A 係 arms 啦，就係講緊隻手啦，就叫佢舉起兩隻手，睇下會唔會有一邊隻手係會冇力跌咗落嚟。S 係代表 speech，即係講嘢，睇下佢講嘢會唔會口齒不清或者突然之間表達唔到。T 係代表 time，呢個係最關鍵嘅，係揾救病人。發現咗以上任何一個症狀，要即刻打999送去醫院。咁送咗醫院之後咧，係咪要即刻打啲溶散針㗎？如果係塞血管，黃金時間內可以用呢啲嘅溶栓藥啦，可以幫佢溶咗塞住咗個血栓。咁平時如果驚中風咧，係咪都要食藥去預防嘅咧？講到藥物啦，如果係醫生開咧，就當然要食啦。但如果平時唔係食開藥咧，就可能食其他嘢啦。講翻藥物先，首先第一隻關於可能預防中風或者係降低中風風險嘅藥物咧，叫做抗血小板藥 antiplatelet， 就好似 SP 啲阿司匹林啦。另外就係普利度掉，咁呢啲都係令到血小板唔好咁黐，預防啲血栓形成嘅。另外一隻就叫做抗凝血藥 anticoagulant， 俗稱薄血藥。可能如果聽眾有心房顫動、心臟容易起血塊嘅話咧，就要食呢啲更強效嘅藥物啦，例如傳統華柏林啲 Warfarin 啦，或者新一代嘅藥物。薄血藥我有聽過，因為我個 friend 個爸爸就係食薄血藥啦。咁食完薄血藥之後咧，係咪連咳啊、流下血都要好小心㗎？錯，食呢類藥嘅朋友，如果受傷咧，佢止血就會慢啲嘅，所以手術之前要同醫生報告咗先。我都有聽過人講過，就係話突然之間睇唔到嘢，或者係隻手好似痹咗咁樣，過咗幾分鐘之後又冇事喎。咁其實呢啲情況嘅話咧，咁我哋有使唔使理佢咧？呢一種嘅情況可能係暫時性腦血血，即係 TIA， 俗稱小中風。其實呢一個係大腦俾你嘅一個叫最後通牒啦，代表大中風好快會嚟，咁就唔好掉以輕心啦。咁如果真係有呢個情況嘅時候，我哋平時應該係點樣去預防呢？除咗控制三高，最緊要係控制情緒同埋避免溫差。例如冬天嘅時候喺暖氣房出街，或者沖涼凍水涼或者係太熱嘅熱水涼，都會令到血管收縮，容易誘發中風嘅。仲有，要飲多啲水，因為血液咧太濃稠，其實都會容易形成一個血塊嘅。咁真係講真啦，中風係分秒必爭嘅喎。記住，談笑用兵真係可以救人一命㗎。冇錯，希望大家今日聽完之後，可以留意下身邊嘅長輩或者同事嘅細微變化。頭先所講嘅FAST口訣之談笑用兵啦，就係要檢測嘅項目啦。講完血管，下一集我哋就要講下一個同甜有關，但係一啲都唔甜嘅話題——糖尿病啦。真係明明點解唔食糖，血糖都會特別高呢？我哋下一集再見。拜拜。